50歲後頭上多兩根白頭髮，有咩好驚？白就白咯，染唔染都隨你鏡入面嗰張臉有幾條紋，又唔會扣你銀行利息。最怕嘅係你以為自己仲後生，口袋有少少錢，時間又終於多咗，想去飲早茶，想去行夜市，想去海邊食條剛蒸起嘅魚，點知一落樓梯膝頭哥突然一軟，想起身倒杯水，兩條腿好似灌咗鉛，半夜瞓到正甜，一條小腿抽到你成個人彈起身。到嗰陣時，你先知道原來人過半百，最貴唔係護膚品，最值錢唔係金錶，係一雙肯帶你去街，肯帶你去食，肯帶你去見朋友嘅腿。有啲人聽到我咁講會覺得誇張，唔就係腳攰腿酸啫，瞓一覺咪得咯。哈哈哈，問題就出喺呢句咪得咯。一件小事唔理，慢慢就會變成你生活你一條看唔見嘅繩綁住你。今日嫌行兩步悶，於是少落街，人悶，脾氣就燥，同屋企人講兩句就頂嘴，成日悶喺屋企，食嘢冇胃口，瞓覺又瞓唔安，第二日精神差，買嘢做決定都容易衝動，到最後明明有退休金有時間，竟然將大半生困喺一張梳化同一部電視機前面。最可怕嘅不是腿有少少酸，而是你慢慢接受咗自己只配坐喺屋企睇人哋去旅行，睇人哋食好西。你知道這種人在命理上叫什麼？我唔講玄乎嘢，我只講一句老實話，人一旦唔肯喐，運氣好難喐。唔係天要罰你，係你自己連門口都唔出機會，點樣行入嚟？朋友約你飲茶，你話腳唔方便，仔女帶你去旅行，你怕行得慢拖累人，街市新開一檔燒鵝，你聽到都只可以嘆氣。世上好多福氣唔係飛入你個口，係要靠雙腳行過去。只要腿腳還能走，天下美食皆我有。呢句唔係豪言壯語，係一個人後半生最實在嘅底氣。樹老根先枯，人老腿先衰。呢句話聽落有啲狠，但唔使驚。樹根要澆水、鬆土、曬太陽，人雙腿一樣要食得啱，暖得夠，喐得適量。唔好一聽到老字就黑口黑面。老有咩問題？一壇普洱放耐咗先有味，一煲老火湯慢慢煨先夠香。人老都可以有味道，重點係唔好將自己養到又冷又懶。個底盤好似一間多年失修嘅舊屋，風一吹就咯咯聲。好多人50歲後會講幾句熟口熟面嘅台詞，我個膝頭哥一到落雨就知。夜晚條腿凍過雪櫃，行平路冇事，一落樓梯就腳軟，瞓到半夜小腿抽筋，抽到想罵人。聽落各有各嘅煩惱，其實都係身體喺同你打招呼。喂，下面照顧下啦，唔好淨係顧住個頭面。最麻煩嘅是什麼？唔係痛嗰一下，係好多人一開始靠忍。膝頭髮冷着多條褲就算，腿硬坐低唔喐就算，抽筋拉兩下就算，忍得一日，忍得一年，日日將身體嘅提醒當成背景音樂。等到有一日你要趕巴士抱孫行一段斜路，先發現雙腿唔聽使喚。嗰種無奈真係你聽到這句連酒都喝不下。酒可以少飲，腿唔可以少養。民間成日講50歲後腿腳唔舒服，多數係肝腎氣血虧虛，下焦寒濕。你唔使一聽就覺得好深奧，其實翻譯成人話就係年紀大咗，食得唔夠均衡，休息唔夠，坐得太多，受涼太多，身體送去雙腿嘅補給冇以前咁爽快。
雙腿日日負重，又經常被冷氣、濕氣、久坐困住，於是就容易緊、容易冷、容易攰，好似一間茶樓後廚送貨車，慢咗煤氣又唔夠，師傅仲要不停開火，煮出嚟嘅餸點會精神？不過我講清楚，腿腳反覆痛，突然腫走幾步就特別難受。夜晚抽筋越嚟越密，或者跌倒過，一定要盡快揾醫生檢查。呢個唔係逞強嘅問題，養生係幫你將日常習慣做好，唔係叫你靠一煲湯包打天下。真正通透嘅人知道幾時自己調理，幾時應該交俾專業人士。面子唔值錢，行動自由先值錢。如果你係第一次睇到我嘅頻道，順風順水，我同你講，你今日碰到呢條片唔係偶然，係緣分。YouTube 嘅算法將呢條片推俾你，係因為你而家可能正需要聽到一番關於養好腿腳、守住行動自由嘅說話。你而家唔訂閱呢條片，好快就會沉落去。下次你想揾都揾唔返，但你一撳咗訂閱，算法就會記住你以後每一條關於飲食生活、養好自己後半生嘅片，都會第一時間推俾你。呢個唔係我求你，係你幫自己開一道門，撳一下訂閱，再撳埋個鈴鐺，當係幫自己嘅後半生買一份提醒，唔使錢嗰種。今日呢條片，我唔會一開口就叫你買呢樣食嗰樣。我想同你慢慢拆開3件事。第一，點樣由日常症狀睇出自己雙腿係咪開始鬧情緒？第二，點樣將一煲普通嘅湯煲成一家人都肯飲嘅養腿靚湯？第三，點樣用10幾分鐘嘅刨腳同游腿習慣，將雙腿從凍冰冰硬邦邦慢慢養返有精神。你身邊一定有一個人，明明唔算老，卻成日話腳軟怕冷，唔敢行遠路。你以為佢只係懶，其實好多時候佢係唔知點開始照顧自己。先講第一樣，睇腿腳，唔好淨係等到痛先睇。早上起身落地嗰一刻，2條腿係輕輕鬆鬆，定係要扶住床邊緩一緩？坐咗半個鐘，起身過陣膝頭會唔會好似上咗鎖？去街市買2斤菜，返到屋企小腿係微微發熱，定係又脹又沉？夜晚瞓覺腳板係暖，定係明明蓋住被，腳趾都仲凍？呢啲小細節就好似煲湯之前聞一聞材料新唔新鮮，一聞就知道。最可怕的不是你今日行得慢，而是你覺得慢一點無所謂，然後一年比一年少走一條街，少上一次山，少見一個朋友。做人最緊要開心，開心唔係坐喺屋企叫外賣，當然外賣都可以食，哈哈哈哈。開心係你想去就去，想食就食，想約老友飲杯茶，唔使先問嗰度有冇電梯，要行幾遠，有冇位坐。當一個人去邊都先計算雙腿，頂唔頂得順，生活已經縮細咗一大圈。有個老友60幾歲，年輕時最中意講我身體壯，唔使理。早茶要食3籠點心，晚飯又要飲2杯，食完就坐，坐完就瞓。開始時只係落雨天膝頭涼，佢笑住話自己係天氣預報。後來去澳門酒店門口，明明只係一段斜路，佢行到一半就要停低，臉色都變。最傷佢唔係淚，係老婆喺旁邊輕輕講一句唔緊要，我哋返房叫餐啦。呢句說話聽起嚟好體貼，實際好刺心。你以為拖就係關心你，其實佢都係怕你辛苦，怕你跌倒，怕一次開心出遊變成一場手忙腳亂。人到嗰個時候先醒，
真係遲咗少少。所以第一道家常功夫係每日俾雙腿一點點活動，不需要搞到好似參加運動會。朝早起身先，唔好急住衝去廁所，坐喺床邊，腳踝慢慢轉10圈，腳尖向前勾一勾，向後壓一壓，每邊做10來下，然後扶住椅背慢慢抬腿，唔使抬好高，感覺大腿有輕輕用力就夠。食完飯隔半個鐘落樓，行10幾20分鐘，行到身體微微暖，但仲可以順暢講話就啱。唔好同年輕人鬥快，唔好見人行1萬步，自己又硬撐1萬步。養腿唔係比賽，係儲蓄。你今日傳10分鐘，明日傳15分鐘，幾十年後取返嚟，可能就係你自己行去食一碗雲吞麵嘅自由。問題是睇嘅報應要等，你嘅損失是那刻嘅。好多人見朋友亂食亂坐，從來唔運動，就覺得自己都可以照抄。人哋身體點樣，你唔知。你今日腳冷腿緊，瞓唔好，損失已經喺你身上發生。養生最忌跟風，最緊要聽自己身體講話。你食完某樣嘢覺得舒服，行完某段路覺得精神就記住。你一吹冷氣就腿冷，一熬夜就抽筋就少做。身體唔會講大話，只係好多人唔肯聽。講到吃我就精神，因為養腿唔一定要食到苦口苦面，好似罰自己咁。懂吃嘅人係將有用嘅材料煮到有香氣、有口感、有盼頭。第一煲，我建議你試下杜仲牛膝豬骨湯。唔好一聽杜仲牛膝就覺得係藥罐味煲得好。佢有一種樸樸實實嘅木香配豬骨，好飲過好多花巧嘅補湯。一家4口左右，用豬脊骨或者豬筒骨，大概600到800克，叫檔主幫你斬件。杜仲15到20克，牛膝10到15克，紅棗4-5粒去核陳皮，一小角怕梨，可以加一小塊老薑。豬骨先穿一穿水，洗乾淨，全部材料放入湯煲，加2升左右清水，大火滾起後，轉細火慢慢煲1個半鐘到2個鐘，最後落少少鹽就夠。唔好落一大把雞精，唔好煲到鹹過海水。湯係用嚟滋潤生活，唔係用嚟挑戰口味。飲法都要講，呢煲湯1星期飲1至2次已經夠午飯或者晚飯飲1碗，連骨邊肉食少少。唔好以為好嘢就日日灌，日日灌到肚脹，胃口差，反而冇意思。高血壓、腎臟問題、痛風容易發作，或者平時有固定食藥嘅朋友，材料同分量最好先問下醫生或者藥師，尤其唔好見人講好就自己加倍。食養最講分寸，過猶不及。連老火湯都懂得，何況做人？你知道這種人在命理上叫什麼嗎？唔係食得多就有福，嗰種人係識得留餘地嘅人。湯飲7分，飯食7分，力行7分，留3分俾身體慢慢消化，慢慢恢復。一個人識得留餘地，先行得遠。成日將自己逼到盡，唔叫堅強，叫唔識照顧自己。第二樣，唔想煲豬骨湯嘅日子，可以煮一鑊簡單啲嘅黑豆合桃雞湯。黑豆1小把，大概50克，提前浸2-3個鐘。核桃肉20-30克，半隻雞或者2隻雞腿，加2-3片薑。喜歡清甜可以放半條粟米，煲1個鐘左右。湯會有黑豆嘅香，合桃嘅潤，雞肉又唔柴。呢煲唔係仙丹，唔會飲完第2日飛上樓梯，但它係一頓熱熱地蛋白質夠食材簡單嘅正經飯。人過50，最怕唔係食得少，係食得亂。早餐一杯甜咖啡，
中午一碟炒粉，夜晚隨便餅乾加粥，日日肚飽，身體卻冇收到真正需要嘅東西。所謂把藥吃成美食，重點唔係將所有材料塞進煲裏，煲到黑麻麻一鍋，而係你肯認真攝飯，每餐有一點優質蛋白，魚蛋豆腐雞肉瘦肉輪住嚟，有深色菜，有適量主食，有水分，曬到太陽嘅日子就落樓行下，俾自己見下光。你以為你在養腿，其實你在養整個人。腿係根，但根唔可能只靠根自己活，枝葉泥土陽光樣樣都要。最麻煩的是什麼？好多人愛聽一個特效方法，最好3日見效7日返春。世上邊有咁筍真有，輪到你時都未必敢食。真正有效嘅辦法，多數悶到你嫌棄。早啲瞓，唔好凍親，食飯食得好，日日行少少，隔日做一點力量練習。正因為佢唔刺激，所以好多人唔做。正因為佢日積月累，所以做咗嘅人到70歲、80歲時先顯出分別。講泡腳，泡腳唔係一種儀式感表演，唔係你影張相放上網就叫養生。它最實際嘅用途係臨瞓前幫你由腳到小腿暖翻起嚟，放鬆一下緊繃嘅一天。一個大腳盤，水溫暖暖地就好，大約40度上下，唔好燙到腳紅晒，以為越燙越補。放幾片生薑，加一小撮花椒，家裏有艾草包都可以按，說明放少少，浸15到20分鐘，微微出汗就收工。浸完一定抹乾腳趾，縫着對乾爽襪，唔好由赤腳踩凍地板。糖尿病足部感覺差，腳上有傷口，皮膚發炎或者血液循環本身有問題嘅朋友，唔好自己隨便燙腳，水溫要特別小心，最好先問醫生。呢啲提醒唔係掃興，係真心。老火湯都怕滾瀉，何況一雙腳？你想享受後半生就唔好用。我應該冇事去賭，泡完腳順手做一個簡單動作，雙手搓熱，從腳踝開始往小腿方向慢慢推油，左右各2-3分鐘。遇到特別酸緊嘅地方，輕輕按住，慢慢呼吸，唔好使蠻力叉到瘀晒。然後用手掌包住膝頭周圍暖一暖。你唔需要背穴位，唔需要搞到好似開診所。記住一個原則，舒服就繼續不舒服，明顯疼痛就停。身體唔係一塊硬木，唔係靠你大力敲打就會聽話。你對他溫柔一點，他通常會回報你。我見過一位阿姐，58歲以前最愛講：我冇時間。早上送孫，下午買菜，夜晚煮飯，忙足一日。問佢有冇時間泡腳，佢話冇。問佢有冇時間行路，佢話冇。問佢有冇時間食好一餐，佢又話冇。後來有次下樓梯差點跌，嚇到之後佢先開始改，唔係做咩驚天計劃，係晚飯後同老公行15分鐘，睡前泡腳10幾分鐘，1星期煲一次湯，睇電視時少坐一陣，起身伸下腿。半年後佢唔係變成少女，白髮仲係白髮，皺紋仲係皺紋，但佢笑住講：我而家去街市行3圈都冇問題。你看呢個先係人生真正嘅回春，唔係臉上少一條紋，係你又多行到一條街。你以為可在關心你，其實有時你自己先係最唔關心自己嗰個。仔女叫你唔好拎咁重，你嫌佢煩；伴侶叫你加件衫，你話自己火氣旺；朋友約你行公園，你話太陽曬。最後身體真係撐唔住，又怪命運唔公平。唔好咁樣，命運有時好大，有時又好細，大到風雨變化，
小到今晚你肯唔肯早半個鐘熄燈，肯唔肯為自己煲一鍋湯，肯唔肯離開張凳行10分鐘，後半生嘅質量就藏喺呢啲小動作裏。我再講一個容易被忽略嘅事，鞋。人過50，唔好為咗一對好看但硬到似木板嘅鞋折磨自己兩隻腳。鞋底要穩，腳趾有空間，後跟唔好鬆鬆垮垮。去街市、去旅行、去公園，着一對你行完都仲願意再行嘅鞋。女人唔使日日高跟，男人都唔好貪涼，着對薄底拖鞋行來行去，腳底舒服，膝頭少受罪，步子穩，心裏都穩。呢啲唔係時尚問題，係你可唔可以繼續自己買菜、自己飲茶、自己去睇世界嘅問題。最可怕嘅不是老，而是你將老誤會成只能等人照顧。邊個規定50歲就要縮喺屋企？邊個規定60歲就唔可以學游水、學跳舞、學煮新菜？我識得70幾歲嘅人仲會專程搭車去食一碗牛腩麵，亦識得50出頭嘅人已經將自己困到只剩抱怨。年齡係日曆上嘅數字，行動能力先係生活裏嘅份量。你今日養好雙腿，唔係為咗證明自己唔老，係為咗老得自在，老得有選擇。有人問抽筋點算？偶爾一次先唔好嚇自己。夜晚抽筋時，慢慢將腳尖往自己方向勾，輕輕拉伸小腿，等它緩一緩。平時水分要飲夠，飲食唔好長期太單一，白天活動要有，但唔好突然暴走。若果經常抽筋越嚟越嚴重，或者伴隨麻木、無力、腫痛，就唔好再聽隔離鄰舍亂教，盡快去檢查。你知道這種人在命理上叫什麼嗎？叫識得將小事當回事的人。唔係膽小，係聰明。一個人肯及時處理身體嘅小提醒，往往就避開咗好多大麻煩。講到底，養腿沒有秘密，秘密只係你肯唔肯持續過。杜仲牛膝豬骨湯1星期1、2次，平日食飯有魚有蛋有菜，飯後慢行，睡前暖腳游腿，坐40、50分鐘就起身活動一下。天氣轉涼，唔好逞強。呢幾樣聽落普通到不得了，可是人生好多最有用嘅東西本來就普通。好似一碗白飯唔華麗，但冇咗它，滿桌好菜都唔踏實。今日你可以即刻驗證，唔使等下個月，唔使買一堆東西。食完下一餐先唔好坐低刷手機，着對舒服嘅鞋行10分鐘。今晚沖涼後泡一泡腳，搓熱雙手，游下小腿。明日買菜時買人骨1小包，杜仲1小包牛膝，煲一鍋同屋企人一齊飲。你做完唔會突然返到20歲，但你會知道原來自己仍然有能力為身體做一點實事。呢種感覺比聽100句大道理都實在。睇到最後嘅你，我相信你唔係怕老，你係明白自己唔可以再糊裡糊塗咁過。你肯為雙腿留一點時間，唔係自私，唔係矯情，係清醒。你肯守住行動自由，唔係只為自己享福，係唔想令家人擔心，係想有能力繼續照顧自己愛嘅人，亦繼續享受你應得嘅人生。養好雙腿就是守住下半生最大嘅本錢。世界咁大，好吃嘅咁多，得自己走着去吃啊！我想你喺評論區留低4個字：腿腳有力。你打出呢4個字，唔係打俾我睇，係提醒你自己。我唔會再將身體嘅小提醒當耳邊風，我會食好、瞓好、暖好、喐好。我要穩穩陣陣行好往後嘅路。你寫低之後，
今晚就由拋一次腳行10分鐘開始，少少一個動作係你同自己嘅約定，亦將呢條片轉發俾你身邊成日話膝頭凍、夜晚抽筋又唔肯休息嘅家人朋友。你轉發嘅唔止係一條片，係一句及時提醒：人老腿先老，趁仲行得認真養。祝你往後每一次出門，雙腿都有力，心裏有光，去到邊度都食得開心，活得痛快。呢條片推俾你，係因為你嘅磁場啱啱需要聽到呢番說話。你而家唔訂閱呢條片，好快就會沉落去。下次你想揾都揾唔返，但你一關咗訂閱，算法就會記住你，以後每一條關於家運、因果、命理嘅片都會第一時間推俾你。呢個唔係我求你，係你幫自己開一道門，攻一下訂閱，再光埋個鈴鐺，當係幫自己嘅後半生買一份保險，唔使錢嗰種。